好，这声音可以大声。
想当偶像的啦，好累啊！拿麦克风拿个头，哎，刚没有拍好，没当不住没住，我喘呐！我这老了，怎么可以喘成这个样子？你这么喘哦？这个15岁皮这么好啊？怎么这样？啊！他们没有唱歌，不是也不会这么吵吗？你先帮你去尾哈哈就够了。哦，好嘞，有机会这样好了，我教大家一起跳好不好？有没有看过那种快闪族的？有没有？我们下次玩这种的好不好？看你会不会喘。